上個星期，全澳洲幾百萬個家庭都做咗同一件事，就係填 census， 記錄低你幾多歲、做咩工作、屋企講咩語言、幾多人一齊住。填完交咗，可能就覺得成件事就咁完，但其實真正嘅工作而家先開始。因為當幾百萬份答案擺埋一齊嘅時候，政府見到嘅就係一幅澳洲社會嘅人口地圖。例如 Census 發現一個地區越嚟越多人講其他語言，就可以幫助政府同社區機構了解翻譯、英文課程同埋多元文化服務嘅需要，亦都一路記錄住澳洲家庭越嚟越細、人口越嚟越老、移民背景亦都越嚟越多元等等嘅變化。呢啲同今日大家討論嘅住房、養老政策同埋公共服務其實都息息相關。不過 Census 只可以話俾政府知澳洲發生緊咩事，唔會直接話俾政府聽應該點樣做。所以2026年 Census 真正值得留意嘅唔止係我哋上星期填咗啲咩，而係當數據陸續公佈之後，面對澳洲新嘅變化，政府又會點樣回應呢？